再来看经济部收到台电公司的核电厂现况评估的报告，台电董事长詹文生表示讲，分析结果来看，迄类厂甲迄三厂拢有停放的条件甲机会。经济部长金明兴嘛表示讲，依照规划，那经济部核考了后，台电会来启动搁再运转的计划，交予核安会来审查，嘛来进行核电厂自主安全的检查。第新8万里的核二厂2号机，伫去年3月15除役；屏东的核3厂2号機，伫今年5月除役。不过，即马看来敢若有机会停开，因为台电进前已经提交核电厂现况评估报告予经济部。在今年的10月8号，核安会公布了相关执法以后，其实台电公司也都进行了我们所要做的必要的一些评估，核1、2、3厂各自的状况，我们评估起来，核2厂跟核3厂是有重启的机会跟条件，同时我们也在进行电厂机组的维护的一些相关的工作。詹文生表示，目前核3厂正在进行大修，核2是要加速进行打土作业，摕反应炉来燃料棒出来。因为核电厂核岛区有部分牵涉到原厂的设计，爱请原厂协助安检工作。新北市政府是回应，核能都爱为科学角度评估，上界重要原则都是安全甲稳定，对核电相关设施会严格管控。有关核3厂的重启评估，屏东县政府务求要以安全第一为优先。那请经济部以及台电公司依照法律的规范，进行相关的重启评估程序。技术面来看，一定是重启之后的安全运转是没有问题的。刚刚讲的南北都缺电的现象，就刚好透过核3跟核2的重启来进行解决。他们要把这个重启报告对社会做资讯公开，具备重启的条件，可能只是在它的电厂里面的使用的环境是，但我们之前包含地震的部分，包含机械老化的部分，这些部分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做检查跟查核。核电厂是不是停开？民团甲学者有无共看法？经济部长景明兴初五表示，依照规划，若是经济部核考了后，台电会以再运转计划，予核安会审查，同时阁进行核电厂自主安全的检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